一橫畫就是一，彎彎曲曲變成月。一筆字學完了，大家覺得有趣麼？有趣麼？一橫一豎就是10，一撇一捺就是8，撇高過捺變成人，撇低過捺變成入，變成入。三畫打橫是個3，三畫打洞是個村，橫豎一起變化多，同學記得看清楚，看清楚。橫在上，工作忙；橫在中，土豆香。中間橫畫變長了，變成士兵不得了，不得了。三筆字不簡單，上下大小已千山。子女三口都成才，父母必也不平凡，不平凡。